大家好，真好奇阿嬷今日要来讲48篇伫桃园食世界囡仔版的下集。首先介绍作者谢宏文老师、台文林丽台老师、画翁仔施静婷老师。这本桃园市政府文化局送予大小朋友大家共同阅读的新的绘本故事做礼物。咱桃园市有13个乡镇、行政地区，咱要缀阿宝甲阿伯、因阿爸阿母来踅街哦。哇，咱第一条街踅咧，哇，看东看西，买东买西，搁食东食西，故乡的好滋味有够济啦。踅到第二条街，闻着猪酸涩咸，一直流嘴烂。哦，真正是有够赞的啦！第10，咱要来因阿母嘛分享着龙潭的好食面，活跳跳的石门，水库现捞的鱼仔、五柳鸡、炊鱼，搁有九尾尾鱼头。餐厅总铺师一出一出，亲像咧变魔术，有够神奇的。11，糯米粿淋落姜母乌汤内底，像水牛仔伫咧菇糜仔内底熬液，牛滚水真趣味。念较紧诶，念做牛酸水。12，足想要食牛酸水诶，阿伯发觉家己讲毋对啊，赶紧断喙。毋对啊，是牛滚水。因阿爸笑嗨嗨，过来认捌中立平镇好食面，互恁约看觅，这是倒位啊？阿宝一个看，约着中立火车站对面的商店街。12、13，中立有三宝：牛肉面、土豆酥糖，搁炒鸡仔。土豆酥糖来一包，酥酥脆脆，一喙煞一喙，喙甜甜，心嘛甜甜。14，去龙岗看一世纪国旗红叶杯，云南鸡仔条甲破酥包塔倒鸡，纯米做的鸡仔条有米的清芳，面皮一层过一层，食到面搁幼稚，甲包仔无共款哦。因阿爸讲着桃园有其他眷村的好食面，就亲像抢蚵仔面。15，食面是安怎爱抢蚵仔面呢？阿宝阿伯两个民族好现呢，看因阿爸做出师奶的表情。抢蚵仔面的料爱用大麦火炒，赶紧的，速度爱紧，搁换话，那亲像手话啊。16，阿宝甲阿伯摸巴肚，咕噜咕噜咕噜，巴肚枵啊，两个想要设计好食面的探险。17，有够赞的，桃园新住民带来泰式的酸蚶甜，搁有越南的青润饼，印尼的洋仔饭，百种哦。伫桃园食世界，就是感受到幸福的所在。因阿爸足满意的，规内底缀咧笑。再会，努力。